咱们再来1个小时啊，再来2页。186页最底下一句开始啊。这一句就是7日，因为加了一个体，这个就是因此，也比较好理解啊。咱们看一个句子，爱却我那若把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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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却我主人，这个长者，反正就是这个这是怎么译的呢？师傅啊，反正就是却我基本含义就是主人。他这就是叫他的师傅，这是马日巴叫他的师傅叫却我那若巴，拿下边加一个啊，就是延长音，就是拿读的长一点，这个就很简单了。那若巴是马日巴的师傅，马日巴是米拉日巴的师傅，这是他的师爷，米拉日巴的师爷了。这个马日巴说，我的师傅那若巴，他怎么样呢？嘎瓦敏扎维涅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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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瓦是困难苦，困苦艰难困苦。敏扎瓦是像什么一样，敏扎瓦就是不像，或者这个扎瓦也有相同的意思，与什么相同？敏扎瓦就是不相同，就是这些苦或者是困难呢是不相同的，也就是各种各样的。下边涅日是20，习是4，24个不同的困难，不同的苦。下边顾虑让给拓堵结巴音，顾虑让给拓堵结巴音，顾虑让给拓堵结巴音，顾虑让给拓堵结巴音。顾是身体的敬语，虑是普通的身体，顾虑合起来就是给身体加个敬语，就是还是敬语的身体。让给自己的拓就是上，它的自性就是上，它具体的含义有这个头上就指上边，屋顶这个雷霆霹雳，还有一个是结果，这个有不少其他的意思，它的抽象出来它的那个自性就是上。戒就是那个行，咱们说过那个行菩萨行，这是那个过去时行。说我的师傅那若巴，这个咱们先看后边啊，行，他行什么呢？自己的身体上，在自己行前边不是都嘛，就是在什么里，在什么上，在自己的上，自己的什么上呢？自己前面有身体，在自己的身体上实行什么呢？行嘎哇是苦，行苦也翻过来就是也可以以苦行，就是这就是行苦行，嘎哇是苦行。这个苦行是什么样的呢？是不同的24种不同的苦行。我的师傅那若巴在自己的亲身，在自己的身体上，也就是亲身实践了，行了24种不同的苦行。是这样的。下边，爱讲戒白索，爱讲戒白索，爱讲戒白索堂。爱讲戒白索堂。我那若巴是这样，我也戒巴是一个形容词，就是叫真爱，真爱，真爱、珍重、爱惜，反正就是很喜欢的东西，这个非常心疼的东西吧，真爱。索生命，
我也是，然后是什么呢？先说宾语，真爱的生命或者珍贵的生命，哎，唐和什么呢？棒拜挪儿啦，棒拜挪儿啦，啊，应该是胖拜挪儿啦，胖拜挪儿啦，胖吧，跟那个戒吧呀，意思非常相近，它也就是爱惜、珍惜，还有一个意思是这个可惜、惋惜，爱惜、珍惜，跟它意思相近。前边真爱，后边爱惜，多一个这个可惜、可怜、惋惜的意思。哎，这个珍惜、真爱的也是真爱，是这样。真爱的什么呢？挪儿财富，哎，是这个珍贵的生命和这个真爱的财富，对于这两样怎么样呢？是，读到这挪儿啦啊，对，马代本儿，这个代是搭，前加爬后加撒是过去时，就是呆，就是看，不看什么呢？不看这个珍贵的生命和这个真爱的这个财富，不看什么意思呢？就是不顾，用普通话说就是不考虑，看不起，拿不当回事儿，不看不顾，经常译成不顾。它下边意思就是不顾，我也是不顾，哎，就是就是不看的意思。不顾可爱的生命与难舍的财帛，这是这个像难舍呀什么，这都他这个译的时候来这个用词了。哎，本意呢，他俩很相近，都是真爱的意思。不顾可爱的生命和难舍的财富，他这译成财帛，就是意思，帛就是布匹之类的了啊。不顾这个八日，注意这个否定的动词加八日。实际上就是一个前因后果关系，就是做了这件事就会有下一件事，哎，是这样的关系，既不是状语，也不是什么别的，就是一个连词。不顾这些，然后怎么着呢？是求我那若把单把银，求我那若把单把银，求我那若把单把银，求我那若把单把银。单把前头咱们也出现过，依止亲近，哎，依止亲近。这个银呢，有这个正在进行时，或者说这个这个结果是延续的，是这个是经常存在的，有这个意思。像这个说这个谁那个就是他的师傅行这个24种苦行，那也不是一个短时间。他依止这个拿若巴呢，那也是依止了就永远依止了，哎，他这个结果永远存在，有这个有现在进行时持续的意思。咱们为了加深印象，把这个单吧，就是依止亲近，上次出现的，咱们看一下，复习一下，可以加深印象。177页，177页最上边，头一句的末尾哈，云丹君作给我丹，云丹君作给我丹，所有的功德圆满了的人给我丹，是可以依止可以亲近的地方，哎，是可以依止可以亲近的。你看，丹就是依止亲近，哎，靠拢。哎，跑到他那儿去，皈依，这后边都是引申出来的意思了，就是主要是依止亲近。翻回来，哎，他这儿呢就是单吧引，我去依止那若巴，哎，我去亲近他，或者是人家下边译的叫拜为师，拜那若巴为师，依止亲近就是拜他为师，哎，这是引申出来的意思了。因为他这个故事里头都把这个都写明白了，所以就直接译成这样。
前边这都是原因，后边啊是结果，中间的连词就是忒七日，忒七日却夺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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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忒七日就是因为前边这个，那就是因此，由于前边这个情况，因此他这是马日巴对这个米拉日巴说的话，给他举了前边的事实，因此告诉他下边怎么做。却夺呢，如果想得到法，夺就是希望，贪求，这个愿，如果向往法，如果希望得到法，怎么做呢？于马切巴尔，于马切尔，于马切巴尔，于马切尔，于是功劳、恩惠。于这个前头也出现过，于就是功劳、恩惠，什么贡献呀，就是主要就是功劳。这个马切巴尔，咱们先不要马，于切巴尔就是功劳大，什么意思呢？就是功劳给夸大了，就是夸功，就是自夸，夸功。夸功就有点什么意思呢？有点这个，为什么夸功啊？他准是因为什么事情，所以有点找借口的意思。反过来说，有点抱怨的意思，就是或者目前的情况跟他的功劳不符啊。他说我功劳大，实际上就是对目前是抱怨嘛。所以呢，这个夸功就是于切瓦尔，就是夸功；于马切瓦尔就是说你不要夸功，你不要抱怨。下边意思就是你不要太抱怨，不要自己夸功，不要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啊，不要觉得啊我应该传给我法了，我好像怎么着了，你别夸功，意思是你看你跟那个师爷比比，你跟我比一比啊，你有什么功劳啊？你现在你老嚷嚷着要传法，不传法就要走，什么你意思你不要自夸，于马切瓦。卡尔来给戳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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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尔是碉堡，碉堡实际上就是房子，它这种房子呢就是这个城楼就是城墙上的呀，什么那个就是本意好像就是那个贵族啊，那个富有人家的那个大房子，皇宫啊，什么卡尔，碉堡，这个字典上就是碉堡。因为大概古代比较富有的人的房子啊，你看欧洲也是那样，他那个院子实际上就是个碉堡哈，四边大高墙，然后弄上那个料，对，城堡，对，城堡，对，城堡。实际上在这儿呢，就是指的那个马日巴师傅让那个米拉日巴到各个山头去修的那个房子，他是用修行用的，所以也叫净室，就是修行的地方，房子就是。来就是活，房子这个活的戳是剩余的东西，剩下的。说房子的活剩下的就是房子剩下的活，就是他盖了这个半截嘛，那个他师傅老让他拆。东山头盖了，说谁让来盖了？盖到西山头盖，结果呢，4个山头都让他盖全了，他可能觉得这个太苦了，不愿意干。师傅就说，房子的活的剩下的呀，你去干去吧。下边意思叫去修完房子吧，就是你去完成任务吧。实际上是让他这个通过吃苦受苦行来消他的这个业障。题是做，跟那个茄是意义完全一样的2个字，就是一个做，这个那个做呢，还有一个那个做2个意义，还有一个意思是说，那个做还有一个意思是说，且这个就是个做，去做吧，这个语法也很简单，咱们就读一遍啊。爱瞧我那若巴忒，爱瞧我那若巴忒，
爱瞧我那若巴特，爱瞧我那若巴特，嘎瓦min扎瓦涅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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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律让给托度借把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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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讲借白索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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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白努尔拉马代巴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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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我那若巴丹巴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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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却别那，提起却对那，提起却别那，提起却对那，与马切巴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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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尔来给戳皮，卡尔来给戳皮，卡尔来给戳皮。卡尔来给戳皮。下边这个语法先生是用的那4个，就是多给，读一下，多给，得给，多给，汪给，汪给，金给，金给，哎，由于什么的力量，由于什么的作用，由于什么的缘故啊，用于表原因的分句带白 y 动词之后，你看它也是要求那个属格表位于表结果的分句之前，在这个因果之间，读一下啊。七那缺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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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刚才说了是外后晚，现在呢就是在外面，在外面缺是衣服，在外面衣服和后边囊那搓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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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里面，搓挖是养活，动词就是养活，名词就是叫生活呀什么，反正就是这个生活手段吧，就是在外边衣服和里边的这个搓挖养活，养活后边还有这个还有具体的东西，切汤具也没被剁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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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它的本意是细末，它切这个本意是细末，再一个意思就是面粉，这是它大概意思。在藏区呢，那就是糌粑，就是指粮食，因为藏区这个粮食就是糌粑，就是这个青稞呀什么熟了之后，磨好了炒熟了，那个面吃的时候和上那个那个和什么呀？和那叫什么酥油哈，和酥油捏在一块儿糌粑，切就是指干粮。具是指副食，就是糌粑副食，那就是这个其他的帮助下饭的菜啊什么，反正就是其他的一类的，不是除了糌粑的食品。它这一叫营养物，这是现代的话了，营养品，实际上就是副食，主食和副食。也没白知道了，也是什么呢？是本来最初永远肯定，本来最初永远肯定，这么几个意思。这个地方用的就是肯定绝对，肯定，这就是肯定绝对，就是绝对没有，绝对没有。这后边不是属格，不要管后边，后边就是因多不给，就是因为前边情况，因为绝对没有什么东西呢，绝对没有这个糌粑跟那个副食，没有吃的。再往前到
没有吃的来养活，没有吃的来养活，什么呢？在里边儿，你这就能你就能猜出来这个里边儿跟外边儿什么？外边儿绝对没有衣服，里边儿呢绝对没有这个糌粑跟那个副食来养活，实际上就是指他身体了。身体的外边儿没有这个衣服，身体的里头呢又没有糌粑跟那个副食，填饱肚子，养活。由于这个原因，下边吕丁ry达尔松，吕丁ry达尔松，吕丁ry达尔松，这都比较咬嘴啊。身体，这个身体主语，再看最后一个字儿松，就是走成了，形成了，变成了什么呢？大日像，大日是像什么一样？身体变成了像什么一样呢？丁ry是骨头，咱们见过。丁是架子，合起来丁ry就是骨头架子，就是骷髅。下边译的叫骨架子，就直接按照那个词的意思译出来了。哎，咱们平常就叫骷髅，哎，就是没有肉全骨头的一个人，哎，一个骨架子。这米拉日巴这个多年在那儿光吃草，结果呢就是弄成这个外边衣服都烂了，肚里呢光有草，结果浑身都绿了，然后皮包骨成了骨架子。哎，这个语法很简单啊，就是多给它要求属格，哎，不是当属格用的，就是说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哎，因为前边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有后边的结果。读一遍啊。七那괴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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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囊那搓挖切糖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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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被多给，也没被多给，也没被多给。也没被多给。你看他这个也就译成根本，就是人家本来最初肯定永远就是一个这个程度上表示达到最大程度，根本就没有吃的东西。吕丁ry达尔松，吕丁ry达尔松，吕丁ry达尔松，吕丁ry达尔松。我现在想起来了，怕忘了，上节课就忘了。咱们现在中间插一个修改，翻回到173页。173页下边倒数第二句是第10句，后边那一句的有这么一个词儿叫谢行梅纳，谢行梅纳，谢行梅纳，谢行梅纳。这个当时解释就是说，前边那一句是说一个学问呐，当初学起来就不容易，谢行梅纳念巴拉这样的话就容易丢。当时译的叫这个，下边译的叫如不深透掌握，就很容易丢掉。这个当时我不是说就是字典上没查到，因为这个谢行在字典上就是故意的，就是明明知道故意的有意识的做什么谢行。这个谢是知道，行是在什么情况下，在知道的情况下，那当然就是故意的。后来问这个周老师呢，周老师说谢行曰就是有知道啊，就是这个或者咱们现在就为了背单词啊，有故意呢就叫掌握的好，谢行没就是掌握的不好，哎，谢行曰就是掌握的好，哎，这就是字典上没有的词组，哎，给大家在这儿补一下啊。好，再翻回来。再翻回来，咱们还接着这个第7句。时间还有，现在有4啊，还早了啊！第7句还翻回来啊。
咱们来看例句：给他们借撇了，给他们借撇了，给他们借撇了，给他们借撇了。给咱们说了，这是地方，国家面积什么规模，这个地方呢就是省略了，就是指的汉地。他们借就是指的，这就是指的人了，汉地的所有的人，实际上也不是汉地所有的人，就是各个国代表团来求婚，这个有一帮人跟他们打交道了，当然这个唐王大臣什么招待的人，就是指这些人，所有的这些汉人。撇了，对于藏族，对于这个藏地来的人，或者是说他这译的是吐蕃，就是这个藏地了。对于这个吐蕃是怎么样呢？米嘎样，不高兴，不喜欢。这个羊也又在。还有什么意思呢？就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虽然但是，这就有转折义，就是但是，就是虽然这个汉地的这些人呐，对这个吐蕃呢不喜欢，不知道这个故事前头他说了什么具体的情况啊，怎么判断的？反正就是虽然他们都不喜欢这些人，他们界就是都不喜欢吐蕃。但是这个羊就是不但不是虽然但是，就这个羊就代表这么一个转折关系。虽然他们不喜欢，但是怎么样呢 ？Chimla 也ring 米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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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gi Chimla 也ring 米杜北 Wangi Chimla 也ring 米杜北 Wangi Chimla 也ring 米杜北 Wangi Chim 是法律，在法律上，捏是近，ring是远。这个藏语里头就是近远，汉语里头这个习惯说远近，远近，这个这是这个词了，就是远跟近。咱们还汉字还说这个亲疏，爱憎，就是远近，就是感情上远近，实际上叫什么呢？这个词儿就是偏心的意思，偏向、偏心，不公平，这个意思，就是有远有近，有亲有疏，就是分远近，所以它是偏心、偏向的意思。你度，这个度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是这个能、肯，这是个助动词，可以、适合，能做什么，可以做什么，肯做什么，适合做什么，是个助动词。说虽然这个唐王他们都不喜欢这个藏地，可能是嫌藏地艰苦吧，边远地区很艰苦。咱们这个为了理解句子啊，都说这个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把公主嫁到那个地方去，大概是。你要公主总要是嫁一个那个什么欧洲啊，什么那个那个是伊朗也去了，伊朗那个时候叫什么？叫这个波斯，对，什么反正嫁一个这个就是物资丰富一点的地方吧。虽然不喜欢这个藏地，但是在法律上呢，不能偏心。这个译的呀有点死，实际上这个不是在法律上，是在你说的诺言上。因为你一开始唐王你就老宣布说，如果谁做到这个，公主就给谁。如果说出了不是很多题嘛，实际上它不是法律，就是它这叫什么呀？就道德上、约定上、诺言上，你不能失言。实际上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既然已经宣布了这个规则了啊，规则，你不能违反这个规则。你一开始
你说了是怎么着就给公主，哎，在这个规则上呢，你不能那个偏心，哎，这个意思。这个后边这个汪给，这就是由于这个的原因，所以这个属格呢就是只起这个作用。由于什么原因呢？前边就是整个这个句子不能在规则上违反规则，或者是不能表现出不公平来啊，不能不公平。虽然不喜欢把公主嫁到藏地，但是由于这个不能违反规则，哎，就这个意思。由于这个原因，后边呢，伦包瑞巴苏诺瓦西，好家伙，等重来啊！伦包瑞巴苏诺瓦西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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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包是大臣，瑞巴呢，这最简单的意就是明，就是那个当智慧讲的明，实际上这就是指智慧、智力，哎，就是指智慧、智力，就是智力，这个地方就是强调智力，也可以说智慧吧。苏是谁？这就是诺瓦是什么呢？是锐利、锋利，你们刀口锋利、锐利，那智慧、锐利、锋利，那就是智慧高了，就是哎，谁智慧锐利，谁智慧高，其不定指，那就是不定是谁，反正就是谁智慧高。然后呢，拉对着他干什么呢？代瓦切，就是给，哎，就给这个，就是前边虽然不喜欢藏地，但是你不能偏心眼儿，不能这个不公平，你因为说好了嘛，所以呢是哪个大臣智慧高的那个大臣拉就给他，就把公主不是嫁给他了，就是让他领回本国去，嫁给王子。这个且注意，这个且啊，咱们刚才说了，这个且是两个意思，一个是做，最基本含义做，还有一个是说，这个地方就是说，而且它用的是过去时，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好了，谁智慧高就给谁，哎，就是说虽然不喜欢藏地，但是你不能不公平，得依照规则，哎，所以呢说好了，就是哪个大臣智慧高就把公主就是让他领回去，哎，说好了是这样的一个规则，虽然不喜欢，但是规则上法律上你不能这个不公平，所以呢说好就是这么一个规则。好，读一遍啊。嗲他们借撇了米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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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m啦捏人米杜贝， chim啦捏人米杜贝， chim啦捏人米杜贝汪给， chim啦捏人米杜贝汪给，伦包瑞巴，伦包瑞巴，苏诺瓦西拉戴尔瓦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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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来一句啊，说我军给突亲了，我军给突亲了，我军给突亲了，我军给突亲了。我军这是俄巴，就是他的名字，给他做主语，这是大概是那个谁，那个马尔巴的大徒弟吧？你记得吗？这好像是那个马尔巴老不给米拉日巴传法，米拉日巴的师母就帮着他呀，偷了师傅的大概一个信物，一个章什么，给他大徒弟写了一个信，或者是不是他大徒弟，就是他的一个朋友写了一个信，让米拉日巴呢说马日巴让米拉日巴到你这儿来这个学法，结果那个呢就给他传了好多法，结果回来呢，马日巴说糟糕了，你让他给你传了这些法，我就
没办法按照我的计划，就让你清完业障之后，给你得到更大的法，破坏了那个马日巴的计划，就是这样。所以呢，马日巴就说呀，由于这个你在这个阿敦，你在这个俄巴大师这儿呀，也许是他的一个朋友，我记不清了啊。由于他突亲啦应该是指的那个谁，那个米拉日巴。你看他这个兔不是那个叫咒是吧？兔就是神力，就是咒。那个米拉日巴却学咒去了，就学这个兔。亲大咒，大概米拉日巴是不是他的外号啊？叫这个突亲。说这个阿敦给这个突亲，他是主格嘛，他对这个突亲对突亲干什么了呢？汪姑日达亚秦贝，汪姑日达亚秦贝，汪姑日达亚秦贝金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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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姑日达亚秦贝金给。汪是权力，姑日是传送，送到送给，送权力就是灌顶。灌顶的本意本来是这个就是你要做国王，给你举行这个做国王的仪式，就是要取四大海的水来这个灌顶。这个灌顶的意思就是把权力给了你，就是授权给你。灌顶的这个最早的本意是这个，所以它就是你看叫给权力。那个前头不是有一句说，谁要是具备了多少优点，就让他做国王，并立刻就给他灌顶，就是说让他做国王，而且立刻就给他举行做国王的仪式。灌顶就是一个举行仪式，正式承认这个意思，给他权力。达亚是教授，教界教授，教言，亚是语言了，达是教授，教给教授教，这儿呢就是叫传法。秦给教授，给灌顶和教授，就是既给他灌顶，又给他传法。传法一般就是传这个秘诀啦，给灌顶和教授。或者叫这就整个就叫传法的原因，由于俄巴大师给突亲灌顶和传法，由于这个原因，后边产生什么结果呢？他一切当特玛涅，他一切当特玛涅，他一切当特玛涅，他一切当特玛涅。现在一是意，意是心，心意识，切断。心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灰心丧气失望。下边意的就是灰心，心断就是灰心，灰心丧气。现在灰心丧气，当是一个是打发派遣，一个就是叫使，就是使造成什么状况？使他灰心，使灰心。现在使灰心，使谁灰心？使米拉日巴灰心。为什么要使他灰心？因为一般人都有我慢呐，上师去了之后就要折服他这个我慢，就要让他这个就整天干活，弄得背上都起疮什么，就是让他这个把他那个我慢，把他那个打掉，把他的罪业消除。这是上师的目的。你消罪业消得越彻底干净，到后边你得法呀，你得的越这个越好。他现在呢说，现在使他灰心，结果怎么样呢？特玛涅，特不是方法，玛涅是找不到，涅是找到，找不到使他灰心的方法了，没有办法使他灰心了，就是给他又传了一些法，又灌了一些顶，更有资本了。好，
这个我就是达不到这个让他彻底摧毁他的我慢，彻底让他这个清除他的业障的目的，不能使他灰心了，没有办法，所以没有办法使他灰心了。读一遍。我顶给突亲了，我顶给出亲了，我顶给突亲了，我顶给出亲了，王姑儿đảm ngã秦拜顶给，王姑儿当那秦拜顶给，王姑儿đảm ngã秦拜顶给，王姑儿当那秦拜顶给，他一切当特满念，他一切当特满念，他一切当特满念。他一切当特满念。好，翻过来。这个 t 给呢，还可以，也可以跟那个忒一来结合，就是特不光是这个说因为由于，加上忒就是因为他，由于他就成了因此，因为具体的前边的这个状况也可以结合，结合成什么呢？咱们读一下啊，忒特不给，忒特不给。这我是重复了啊，那个下边这个啊，忒特给，忒特给，下边一个忒忘给，忒跟给，或者是忒多给，区别就是你也可以不加那个阿 K 不疑，就是他前边是他的缘故，后边这个就是由于他一回事儿，行了啊。用于表结果的分句之前，就是因此啊，后边一定就是那个结果，所以因此可以译成所以，所以就有下边，因此就有下边的情况，所以放在结果句之前。咱们来看一句：班亲那若巴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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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这个咱们往回翻158页。158页第一行，咱们看啊，说给阿嘎尔给予呢，从印度班吉达读班吉达，班吉达，还记得这个范文转写过来的这个读的时候是前加字跟基字拼，下加字跟元音拼，哎，所以那个那呢反写就是读高声那，所以读班 G， 这个下边是扎，一 G 班 G 达，班智达，通达五名的，就是说不但通达内名，而且4个外名也通达，这叫班智达。哎，回来咱们再看这个第9句，班就是指的班智达，它这就是简称，班亲就是大班智达，班智达还有这个。有的就是精通，有的呢是非常的精通啊，大班智达，所以班亲就是大班智达。他这译的叫什么呢？班亲之他这成了名字了啊，这成名字内容了，这就不是那个普通的称呼了，那就是那若巴他就叫班亲啊，成了他名字内容了。这个班亲那若巴忒就是马日巴的上师啊。看他怎么样说，菜就啦错多儿给，菜就啦错多儿给，菜就啦错多儿给，菜，这个菜不加撒是时间，时刻、钟点儿、日子，就是时间，就是时间。这个就是时，这儿呢，这个时间就当日子讲，天日子，时这就是初十，就是这个就是第10个日子，第10天初十，每个月的初十。在每个月的初十呢，错是集中到一块儿聚合，开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开会。聚集聚会聚会，多日是这个撒出去，撒出去抛出去，这个地方有特指，这个指撒出去什么呢？就是撒食，就是给这个恶鬼啊施食，
咱们这叫放蒙山，他这就是叫错多日，就是施食会，他这叫什么会供，叫下边意思叫会供，会供就是施食的，题是句格了，后边啊，确把家亲宅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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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把就是供养，确把就是供养。家刚才说了是面积、规模、国家、地区什么，这就是指的规模，亲大规模，大规模供养。宅是做的敬语，这个班亲拿若巴每个月的初10要做这个宅，也可以译成举行大规模的供养。什么样的供养呢？错多儿就是施食供养。下边译的你看啊，每到初10都做盛大的，大规模译成盛大会供供养。这种供养有很多，供养有对佛菩萨的供养，这不是，这是给这个施食的供养，会供。这个后边还没完，再给啊，再给后边这个也可以用再根月读呗，再根月读呗，再根月读呗，再根月读呗。这个用根呢，根是正在，正在进行时了，就是正在有这个正在进行有经常的意思，就是每个月的初10，不是一个初10做，每个月的初10都做，所以呢，有这个经常的意思。再根就是经常做。月这个也是强调这个，咱们前头也说了，月引都有这个强调是经常正在。读呗是在这个动词后边加读呗呢，有这个就是表示持续的，读不是存在动词吗？还在就是结果还在，这个结果还持续。实际上这都是为了强调说这个就是每个月初10它都举行大规模会供。由于后边加个仨就成了原因句，由于原因句后边呢，它又配合了一个原因的这个，就是前边本来就是原因句，后边呢又配合了因此，前边因为，后边所以。忒多给马尔巴扬，忒多给马尔巴扬，忒多给马尔巴扬，忒多给马尔巴扬。因此，因为那个，因为这个那若巴每个形成这么一个规矩，因为这个，所以呢，马日巴也就是米拉日巴的师傅也干什么呢？才就在精读，才就在精读，才就在精读，才就在精读。初10做和这个就是经常做，举行前边就是一个单独的做啊，也可以一次，也可以几次。后边读就是说，经常的做，持续的做，到说话的时候，这种结果还存在，就这种意思。这个语法很简单了，咱们读一遍啊。班亲那若巴提，班亲那若巴提，班亲那若巴提，班亲那若巴提。菜就啦错多尔给，菜就啦错多尔给，菜就啦错多尔给，菜就啦错多尔给。却把家亲再给，却把家亲再给，却把家亲再给，却把家亲再给。阅读呗，阅读呗，阅读呗，阅读呗。忒多给马尔巴扬，忒多给马尔巴扬，忒多给马尔巴扬，忒多给马尔巴扬。才就在精读，才就在精读，才就在精读，才就在精读。没问题哈，再来，下边一个咱们见的多了，呗，
就是给前边句子这个巴或者娃呢加个撒，就变成了表原因的分句。用于表原因分句的动词或形容词词根之后，位于表结果之前。好，咱们来看句子啊。看你打给说，您呢，我的命啊，这是宾语了，我的命是宾语，后边再来啊。绿白晨间银白，绿白晨间银白，绿吧是属买，一个宝贝的贝字旁加一个卖东西的卖，半个土宝盖上面有个十字，属买。绿吧属买，属买是指的用这个用财物啊，他这那个字典上是用财物属买，其实属买也可以用钱。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专指宗教活动里头的买，比如说那个去请佛经也可以用这个词儿，请佛经也可以用。它这个本意就是属买。这个陈是恩德、恩惠、恩情。这个陈间有恩，就是恩人，就是有恩者，有恩就是恩人。银拜是这一句就说您呢是我的赎我命的恩人，您是赎买我的命的恩人。下边直接就一个这个救命恩人，然后八加一个撒，就是由于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发生下边的结果。俺看给陈米结巴桥，俺看给陈米结巴桥，我主语，你的恩情，您的恩情，这个可以您不忘，将不忘您的恩情，结巴就是忘记。由于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所以我这个将不忘呢，它下边一要就是表示一个决心吧，我要不忘您的恩情，不忘您的恩德。这个语法很简单，读一遍啊。看你打给说，绿白晨间银白，绿白晨间银白，俺看给陈，米结巴桥，还可以来一句吧，是吧？好，再来一句啊，这一句吧。嘎儿给星提nam，嘎儿就是那个藏族来求婚代表团的团长，嘎儿很聪明啊。嘎儿给他是主语，星是木头，提nam那些木头们，哪些木头呢？这就是那个唐王给他们出的一个题目，弄来一堆木头，说两头锯的齐齐的，中间一边粗，说你们分出这个木头啊，哪头是根儿，哪头是梢，就这么个题目。这个格尔呢，就用什么办法呢？格尔就那些木头下边啊，秋咱都开着呢，秋是水或者是河，这就是河。咱是脸道，就是塞，一个月字旁一个思想的思，塞，也有岸的意思，岸边
这个脸蛋边呢，河两边，哎，河岸，在河岸或者到河岸，贴带领携带，背扛，这儿有可能用车带吧，带到河边内之后，他格尔的办法就是把这些木头运到河边，哎，带到河边之后，怎么办呢？秋拉古瑞，往河里咕是什么呢？抛弃，基本含义就是抛弃。抛弃你当然可以用抽象意义的说，我抛弃了什么缺点啊？这儿是实质性意义，就是扔出去，扔到河里，哎，就是扔到河里，就是投到河里，这个掰啊，这就是原因，一投到河里就会产生下边的情况。扎瓦吉贝兔儿杜松，扎瓦是根儿，就是说这个木头根，吉贝重，由于根重，兔儿杜松，兔儿是往下，松是走向下，就是木头扔到河里之后啊，由于根儿那边重，它就往下走，就往那个水里头沉。摘毛羊尾，摘是尖儿，猫就是一个名词化，摘猫就是那个树尖儿的那一头，树尖儿呢，羊，注意羊就是青，这个咱们还碰到过，但是很少，一般都是野，都是虚词，这是个形容词，青，羊有青的意思，羊嘛。树尖儿由于树尖儿青，哎，这是频度律所，频是上坡，往上，哎，往上坡。驴名词是身体了，动词是剩下。这个地方呢，就是剩下成了什么呢？剩下往上就是什么呢？你木头往水面上平着一放，根儿的那边沉下去了，剩了尖儿的那边往上跑，它这就是留在水面上边，剩在水边上边，就是它不往下沉，哎，剩在树尖剩由于轻，剩在水面上往上跑。语法很简单了，就是巴哇上加一个撒就成了元音。读一遍啊。嘎尔给星体南，秋占度开呢，秋拉古瑞，扎瓦吉贝兔儿杜松，摘毛羊尾频度律所，不错，圆满完成任务啊！咱们来读一遍，185页。爱莫不苏木拉，诺尔王狗马穷外坎儿，亚儿醒来且读，厄区哟，君派来且读，阿内哟。多 key 多了，来蓬来，
来太美且绝穷，来太美且绝穷。家错亲包秋月得，家错亲包秋月得。因其求我tham戒不，因其求我tham戒不。群密py意托马在百其日，py意托马在百其日。撇处长密云给，撇处长密云给。洗板茶，洗板茶。门把开把门戒啦开白，门把开把门戒啦开白。内把大的，内把大的。门戒米切把儿崩了，门戒米切把儿崩了。门把穷我显大给讲，门把穷我显大给讲。所把儿米切的，所把米切的。抬了矮把儿抬了矮把儿气外参马，抬了矮把儿气外参马。月把儿多白气肉，月把儿多白气肉。他打一打重开的不读，他打一打重开的不读。起码年娃给娃儿忒聪明，起码年娃给娃儿忒聪明。忒气儿大了，忒气儿大了。突见给读水，突见给读水。爱瞧我那若把忒，爱瞧我那若把忒。嘎娃民扎娃年儿西，嘎娃民扎娃年西。顾虑让给土度借把银，顾虑让给土度借把银。爱讲借白所堂，爱讲借白所堂。旁白努尔拉马代把儿，旁白努尔拉马代把儿。旁白努尔拉马代把儿，旁白努尔拉马代把儿。瞧我那若把单把银，瞧我那若把单把银。忒气儿却对了，忒气儿却对了。与米切娃儿，与米切娃儿。卡儿来给戳题，卡儿来给戳题。起那缺给起那缺堂，起那缺堂。起那缺堂，起那缺堂。囊那错哇，囊那错哇。切堂具也没白多给，切堂具也没白多给。驴丁日大日松，驴丁日大日松。给他们姐撇啦米嘎样，给他们姐撇啦米嘎样。吃么啦你人米肚白，吃了你人米肚白。吃了你人米肚白忘给，吃了你人米肚白忘给。轮包日巴，轮包日巴。苏努尔西拉戴尔瓦切，苏努尔西拉戴尔瓦切。苏努尔西拉戴尔瓦切，苏努尔西拉戴尔瓦切。我顶给突亲了，我顶给突亲了。往古日当牙亲白跟给，往古日当牙亲白跟给。他一切当特马年，他一切当特马年。探亲那若把忒，探亲那若把忒。才就啦错多尔给，才就了错多尔给。却把家亲再给，却把家亲再给。越读白，越读白。忒多给马尔巴堂不是忒多给马尔巴羊，忒多给马尔巴羊。才就在京都，才就在京都。看你打给说，看你打给说。绿白晨间绿白晨间银白，
预备晨间预备，我去给陈米节玩桥，我去给陈米节二桥，嘎给星体南，嘎给星体南，秋长度开呢，秋长度开呢，秋啦古外，秋啦古外，咋哇几百兔都松，咋哇几百兔都松，在某阳外勤度律所。在某阳外勤度律所。好，剩下4课了就。